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一开始的时阵，先你边仔人讲，有你真好。感谢主带领阮伫过去几个礼拜当中，加咱有5个圣诞夜，因为有一天是白天嘛，吼。看见真侪新朋友透过无道友，透过无共的方式的邀请，参与伫咱的中间。即几个礼拜透过侪方式活动，互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嘛互真侪人伫遮，就是伫遮决志要信耶稣。咱即马爱请恁伸出恁的手，来将一切的荣耀、一切荣光、用破声来归伫咱的上帝。其实我顶边来讲道的时阵是3个月前，毋过即马看起来搁较满，所以我有一点仔紧张。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就甲阮讲，咱做伙来读。我既有少年人，就感谢我的上帝。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一张批信，或者腓立比教会。伊伫写这个批信，或者教会时阵，伊想到即间教会，伊就上帝感谢，因为这是一间为着福音来热心的教会。敢若迦南教会嘛是安尼吼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伫欧洲建立的头一间教会，嘛是伫信心带领中，因为听见信心的感动。马其顿的呼声，伊去到遐。伊讲，保罗讲，即间教会对开始到今，就一直伫福音的代志顶面付出。所以，当伊祈祷为即间教会祈祷的时阵，常常嘛是欢欢喜喜来上帝祈求。读到即段话的时阵，传道感觉讲会当搁较深来思考。欢喜上帝来祈求，咱来想看觅，平常时咱祈祷的时阵，咱的表情是啥物？你是头壳面咧祈祷，主啊，你知影我即摆难处，你知影我即摆拄着病痛，还是你会笑笑讲主啊，感谢主。原来保罗伫遮咧讲欢欢喜喜的祈求的时阵，伊是咧讲，毋若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见证，嘛是咧讲伊家己即马伫困境中，伊对福音的体会。伊要表达的是人的心，因为福音会带来带来改变。腓立比教会建立了后，即群得到福音的人，就不断因为保罗伫那个报道来帮助伊，帮助保罗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。伊的教会毋若是家己传扬福音，嘛不断地奉献保罗伫传道事工的伊所需要的。为着安尼，保罗为因甘心奉献上帝来感恩。伊感恩上帝，因为即间教会有感恩的心。伊对福音领受了后，阁奉献出去。因奉献方式真多，有用金钱，有用服侍，有用祈祷的方式，阁有侪咱伫圣经的字顶悬字面上看不到的，但实际上有的。而且因感恩的心情，毋若是伫因顺利的时阵，就算是伫歹环境的时阵，经历福音的人嘛是安尼。根据即段经文的背景，咱来读就知。你看头看尾，看别的保罗所写的批，你就知，伊这时阵足有可能是伫监狱内面，随时要面对着性命危险。但是因为伊得到福音的望，伊会当伫任何的状况内面来上帝献上感恩。一个感恩的人，常常嘛是一个喜乐的人。因为当恁感恩的时阵，你就知影，这毋是对你家己来的，所以你会当喜乐，因为这是对上帝来的。保罗会当欢喜为着腓立比教会来祈求，
为着因所做的事来喜乐，是因为福音毋若是改变人的心，嘛互人将眼光对家己的形象活转去上帝，这位信实的上帝身上。若是过去你参与伫这几个礼拜活当中，你即马那个我们华语说那个微笑肌啊，就是这两块吧哦，一定很有弹性哦。看一下旁边有没有，看一下边仔的人有无？这有可能是因为伫这几个礼拜当中，你已经经历着耶稣，经历着耶稣的欢喜。咱来看这个回顾影片。啊，听到，对12月2号开始到24号，拢有伫这内面，你来看卖，是不是微笑肌都很有弹性？咱搁一遍用拍声来感谢咱的上帝。看到这个影片，是毋是互人感觉真欢喜？你可能会讲，因为这是伫教会啊，外口才毋是安尼咧。是啊，是因为伫教会会当有安尼的经历。甲你边仔人讲，你就是教会。就是伫你的身上，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福音，敢毋是安尼？就是因为有一群称作是教会的基督徒，伫生活中见证耶稣基督救恩，互咱虽然感觉即个月真无闲、忙，啊，毋过咱袂忙。2017年，今年票选一个代表的字，代表台湾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忙。咱会感觉忙无？袂，因为咱有忙。啊，毋过今年伫台湾的社会顶面，咱看见真侪的议题，是真互人烦恼，还是互人感觉有忙咧？
严禁改革，一例一休，雾霾。可能有看茫茫是因为迄雾霾。看到遮个事，台湾甲大陆的关系，敢若只会当用这个字来表达，甚至伫今年的新闻中，自杀甲毒品是哪来哪济？使用遮个毒品，甲去自杀的人嘛哪来哪少呢？即个月开始的时阵，捌有一个新闻安尼讲，现代的时大人拢在想要安怎活落去，少年人拢在想为虾米我要活？其实中间这个年岁的人嘛是真有负担，因为大汉是大人爱照顾，细汉囝爱饲。台湾人敢若今年亲像这个字共款，忙忙渺渺。有一寡人规气互家己着去忙安尼，所以食酒、开车造成车祸，互人会加破碎，互人跋落去搁较深的绝望中。毋过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遍来鼓励咱的心，咱做伙来读。我嘛深信，起头最好的工，伫恁的要正义到伫耶稣基督的。透过即段经文，保罗讲，互咱何塞做工的是对耶稣来。忙就是无用这个字，是对耶稣开始感动咱的心。耶稣他伊救你，伊救我，正是伊的恩典，互咱袂阁忙，嘛互咱因为耶稣来忙，就是无用伫传福音祝福别人的事顶面。原本咱是一个倒一个忙呢？原本咱可能是正边即个忙。茫茫渺渺，毋知为虾米我要做这个工作，毋知为虾米我要伫遮，毋知刷落来我要去倒位。毋过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后，咱诚做一个嘛是忙的人，毋过是无用伫耶稣的事顶面，而且是今仔的经文讲，这祝福。这感动会伫信心的带领中，不断互上帝来使用、来成全，直到上帝心意完全成就的时阵。毋但安尼，今仔日即段经文嘛对一群足无用、忙的同工来讲，耶稣基督福音嘛要临到咱。你可能会感觉讲，有时阵啊，伫教会服侍真正足无用啊，特别是过去，有很多人都睡眠不足。有时阵，咱会无用到袂记伫为虾米我伫遮无用？我等下要做虾米代志，我拢袂记啊。嘛有时会因为身体、心灵的软弱，敢会变即个字。看袂到上帝在做的代志，敢若看到一寡互人无爽快，也是你家己的心过袂去的岁事。但是莫袂记，咱会起来服侍，是因为上帝疼你。甲恁边仔人讲，上帝疼你，是出伫回应上帝、回应耶稣的疼，嘛是伫这个过程中。每一个人透过咱领受耶稣的疼了后，就来祝福别人。所以，当咱要传福音、要开始服侍的时阵，保罗嘛有一寡话爱对咱来提醒。咱同齐来读即段较长。当人在传基督，
有诶是出伫怨道冤家，有诶是出伫好意思，才会是出伫仁爱。因为知我是为着辨明福音来设立的，遐个报用基督是出伫激动，毋是实心。因的意思是爱互我伫体验中，另外加体艰苦，安尼就安怎？迄是假，迄是真。无论怎样，君主是传基督。我因为安尼就欢喜，也要欢喜，因为我知这对恁的基督，伊耶稣基督的是要。这事借着恁的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，我嘛要得到我得到救。福音无人会当阻挡，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伊带来救恩。上帝要救人，人无法度逃避，嘛无法度阻挡。就算一开始传福音有家己的意思，有家己的想法。嘛，伫我靠上帝、我靠耶稣、领受耶稣的听的中间，会渐渐来磨练，会渐渐来改变。传道着捌经历过我的一个朋友，为着一个伊介意的人，伊来到教会，然后伊伫教会时阵，常常感觉足无聊。常常感觉讲，恁遮个教会人哪会拢安尼？啊，毋过因为因真介意迄个人，所以伊就来安尼。上尾，伊毋若是信耶稣受洗，几年了后，伊阁去读神学院。啊，毋过迄个人毋是我啦，因为伊经历耶稣的疼，超过人的疼。伊感觉讲耶稣实在是真好诶，哪会人拢毋捌伊诶？毋是毋捌伊啊，毋捌伊啦，吼！伊感觉耶稣实在是真好啊，所以伊去读神学院。啊，后来伊无做无事，啊，毋过伊读神学院是为着伊要搁较深去明白上帝，较深去明白上帝要安怎透过圣经来对咱讲话。顶礼拜信息。爱能改变命运，爱会当改变命运。嘛，亲像顶礼拜张敬义牧师的见证，耶稣的疼毋若是改变一个人的性命，嘛是透过伊伫做遮个事，就是后世中带来真大的力量。咱看少年之家，咱就知。透过耶稣的疼嘛，提醒阮，搁较需要。伫当工的时阵，伫教会的时阵，伫每一个事工的时内面，彼此来学习谦卑，学习相听的代志。今仔日我有学一个每一遍讲道台语讲道的时阵，拢爱学新的字，来听看卖哦。看见别人的草仔油进前。搁较细腻家己的圆仔茶，听有无？哇，我进步啊！因为对头一日开始传扬福音到即马，教会要成做一个集体，要同齐来同工，彼此的个性是真无相像，对无？彼此会做代志的方式，你对倒位来？牧师常常讲，伊对高雄来，你高雄倒位安尼？每一项背景无共，经历的事嘛无共款。连我今仔日咧讲台语的时阵，我常常拢会想讲，啥物时阵我会讲我家己的母语泰雅语。啊，毋过耶稣的疼会当连接咱，毋管你是对倒位来，毋管你发生啥物代志，咱若是领受这福音了后，咱就无共。因为疼会当改变一个人，疼嘛会当透过一个领受的人去传予另外一个人。咱来读今仔日经文上1章7节，咱来读
我为着恁众人有即号心志是下意，因为你常常伫我的心内，无论我伫铁林中，已经辨明来见过福音的事。恁众人甲我有分治恩典，阮众人甲保罗拢有分治恩典，因为保罗的意念就是伊亲信。教会会当为持守，互人得到福音的代志，直到完全的日子。因为福音毋是对我开始，毋是对牧师开始，毋是对倒一个长老也是同工开始，是对上帝来的。因用伊的完全来显明伊家己，特别伫遮伫腓立比书讲的是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伊互家己谦卑来到咱的面前，互世上的人看到讲，一个神伊道成肉体，像拄则无输基督的，来到咱的中间，就是为着一个目的，就是互人会当听见福音，为着你甲我会当听见，会当明白，毋若是听见，明白佮相信，就算是伫遮的事顶面。咱一定会因为福音来受苦。耶稣嘛是顺服到死。保罗伊伫监仔内，伊嘛学习耶稣来回应家己的处境。咱伫传福音的时阵，常常咱是笑笑的，啊，毋过耶稣其实伊知咱心内，咱即阵。在经历遐个困难的代志，遐个看起来无法度解决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因为耶稣国我的恩典，互咱今仔日会当像保罗共款，有坚定的信心，继续来持守这个愿望。腓立比教会对经文中。伫保罗所讲的，今仔日第1章第5节，咱来读。因为你对头一日到今，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。我常常听见，有一寡信仰的前辈、同工、长老，拢会讲起家人教会是安怎开始传福音的。20年前、30年前，我相信是对咱其实还未这个厝的时阵就开始啊。到今拢一直在传福音。今年已经要结束啊，今仔是上尾一日，2018已经要开始啊。望咱的教会。伫新的一年，嘛是互人看做是，因为你对头一日到今，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。望咱的教会嘛，行伫遮个道路，当心会当兴旺福音。毋若是伫12月拄经历过迦南的5个圣诞，嘛是伫刷落来，继续咧关怀遮个。心内的朋友，心内的慕道友，得到因的性命，会当互耶稣基督，会当经历耶稣基督，会当相信、亲信，像保罗共款。有可能嘛，诚做同工，有可能嘛，诚做我迄个朋友，后来就互上帝呼召，伊去读神学院。这需要每一个人，今仔日伫遮每一个人。咱伫新的一年，当搁较学基督的模样，搁较学保罗的模样，彼此来建造教会，定定伫主内底来更新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伫。今年带领家人教会会当伫遮个福
福音的事顶悬有份。是主你的恩典，你救阮，你听阮，互阮毋若是迄领受的，嘛诚侪会当互人的。求主你来帮助，伫新的一年，阮嘛有安尼的信心，我靠上帝，你搁我的仰望，搁我的恩典，继续诚做一个祝福别人，诚做一个领受祝福的人。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